今年时全台各地拢有各种无共款的行春甲庆祝活动。高雄这个小拿，也就是呢，嘉靖小拿乡亲是用跳古镇行春拜年的方式，甲隔壁庄旧名叫布瓦寮的保良玉子太乙宫联谊，太乙宫的三太子召出动迎接小拿跳古镇，两个阵头轮流表演，现场的气氛是闹热滚滚。 高雄嘉县保良玉子太乙宫的电音三太子，伫过年时用三太子的热情迎接来自小南跳古镇。跳古镇嘛是热情的回应。现场的气氛就伫两个阵头轮流的表演中达到最高潮。若无讲，咱乡亲可能唔知影，这个跳三太子的主角拢是各中各小的学生，而且因对传统阵头有咱料想未到的使命感。 怀念到下一代的人，就是想让台湾有那种传统习俗嘛，所以就是想让台湾可以比较好一点，更有那种传统，让大家更有那种传统观念。囡仔有使命感，做起小拿跳古镇的成员，对这项旧年的传统，嘛有袂当失传的坚持。这是咱的传统。因为大家拢有跳古镇，每一家拢有跳古镇，因为脚步跟咧脚步无一定。这是咱小拿传统，这是咱的传统，咱一定要传承落。这是小拿跳古镇头一摆用这款方式伫过年行春，伫好料的加欢乐的歌声，还有闹热的舞蹈中圆满。除了祝福，嘛有期待，期待来年再会，期待传统传承落去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